那开始了吼。好，大家平安吼。咱这回来看204首《无限的爱》，无限的听。这咱真熟的，我记得好像是林什么成哦，他的写的歌啦。主，你是我的生命，风雨当心斗阵行，梦中有你甲我来作伴，脚步有你的引带。主，你是我的生命，风雨当心斗阵行，梦中有你甲我来作伴，脚步有你的引带。感谢你对阮的爱，可阮体会对头来，天顶白云伴阮走天涯，天使永远甲我同在。我要大声唱，予人知，耶和华有无限的爱，世间的人拢来敬拜，耶和华是完全的爱。主，你是我的生命，风雨当心斗阵行，梦中有你甲我来作伴，脚步有你的引带。感谢你对阮的爱，予阮体会对头来，天顶白云伴阮走天涯，天使永远甲我同在。我要大声唱，予人知，耶和华有无限的爱，世间的人拢来敬拜，耶和华是完全的爱。我要大声。我要大声唱，予人知，耶和华有无限的爱，世间的人拢来敬拜，耶和华是无限的爱。咱这位来祈祷，主，你是阮的生命。主，你是阮伫风雨中，甲阮做伙同行的主。主啊，阮意爱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毋若伫梦中会当梦见上帝你甲阮相做伴，嘛互阮会当亲身去体验上帝你一直咧带阮来行人生的道路。感谢你用你的听来带阮。互阮有机会伫阮的生命中，会当跟对主你的脚步来行。愿你用你的听，甲阮相甲伫地，带阮行头前的道路。靠主耶稣的名来恳求祈祷，阿门。大家平安吼。
来，咱这礼拜大家拢真无闲，嘛真忝吼，啊，无要紧，咱日子爱过吼，地拢有咧带，像做一条歌，别听吼，一直拢互咱有一口气，就咱就把迄个时间吼来做主的工啦吼。啊，咱做伙来看咱今仔日24页新家人关怀学校的第24页新家人关怀同工的心哈。今天要一起探讨这个新家人的关怀事工的原则。那这些原则哈有很多的项目，就是关于我们如何表达，它非常具体。做具体，互咱去了解到底为什么做一个关怀的当工，咱做一个关怀才是遐尔重要。第一项第一点，新家人关怀同工的心，必须要是管家的心呐。咱来想讲，咱的心是按怎咧领受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然后把这个福音去传给别人。然后我觉得上帝的福音是充满奥秘的。那不管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时代在看这本圣经，他们的解读会随着解读在解读，在解读的过程都会随着时代的不同、人员环境的不同，福音的本质是不变的。但是却能够充满神的奥秘跟智慧，然后帮助人。所以人要如何在这世上活着，做好的管家，其实是需要透过神的话语。那我们一起来认识几段神的话语，谈到有关管家的心。第一段圣经节在马太福音，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25章25章14节到30节。25章14节，好，我来看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的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又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给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你也会收割，没有撒种的善的地方也会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本这些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去。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好，这段圣经节大家非常熟悉了哈。那谈到几个重点哈，那牧师再谈论一次哈。5000的他去赚了5000，甚至呢2000的也去赚了2000，那唯有这个1000的却怎么样？好，你们看19节哦，19节。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其实耶稣举这个例子
他在天国我们都是要算账的啦，拢会算小的呀。你卖小公袂算小啦，哦，主拢会一一对咱每一个人算小，无论是啥，无论有信无信的，好啊，你若有信的人哦，上帝嘛赶快要甲咱算小，他会算账的，好，不是秋后算账哦，他是有交付我们应当要有交账的概念，好，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不能没有责任，他不能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所以交账很重要，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哦。他是要交账的哈，那领5000的又带了那另外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的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所以不管是这5000跟2000的，你们都可以看到，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两种人啊，这两个人，这两种人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知道他们的主人给他的责任，他有负担，就怎么样？他会去把它达标，好，达成目标。那我有这个1000的呢，他明知道哦，他也都知道这个主人哦，押位锯会去收，会收割，也会去聚炼。可是哦，他明知道，他却又怎么样？他却又明知故犯哦，又怎么样？我的歪，我的偏偏的完全没有被修，我和米口，我觉得这是一种惰性，好，是有一种惰性。他明知道，可是他却不愿意去做。所以呢，这个主人就说什么？26节说：“你这又恶又懒的恶人啊！”好，所以其实我觉得人惰性有些时候放松一下没关系，但是不要有惰性这个惰性久了会变恶人会变恶人上帝会称呼我们是恶人歹人，因为有当时你无要贪啊，无要讨价无要贪价搁要啦。都被讲家己是正当的啦，你了解不？好，所以有些时候虽然我们会同情现在社会上有很多这样的人，可是实际上我们要教导他们正确的观念，好，就是说神给他的生命是什么，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做的教导就是要教导人应当有的生命态度，就是他要认知他的生命是宝贵的，对吗？所以咱知影，咱常常咱也无咧讲生命是宝贵的。有当时咱嘛唔知影看到这款人，咱也唔知影甲伊鼓励啥，你嘛唔知影甲他教导啦。好，所以牧师鼓励各位其实这位主人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跟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应当把银子拿去怎么样兑换银钱啊？意思来讲，你要去生利息啊，你也要去生利息啊。所以最近迄个牧师娘因这个早餐店的这头家娘我后来发现因真厉害呢。因之前租厝租伫这个东区啊，去到长隆中学对面然后逐工安尼走来这里卖早顿。最近因摕伫东桥遐因拿另外一个所在，我讲恁具体遐做偌济，伊讲9000，租遮偌济，伊讲租遮15000。我讲哇，安尼较济但是我算算安尼因较会好，为什么？一个9000甲15000，谁哪会好？那我要15000的。第一，生活品质；第二，因家庭的生活，囡仔咧顾较好顾。因为2个囡仔，2个囡仔嘛，甲阮做是安亲班，阮都熟。这个因的太太就跟我讲，牧师，我这边有那种保单，他那种保单，他把那种最好的福利储蓄，我们现在牧师都是强迫储蓄。就算再没钱，我也是强迫储蓄。为什么？因为他帮我用最好的那一种储蓄，是真的很少人知道的。因为真的你要好精打细算过的人，你才会知道那个是好的。所以在那过程，我就发现说，哇，这个妇人这个太太她太太非常有头脑。她之前她都是跟着她先生在做这个早餐店，可是现在呢，她太太是直接去做保险的，去做业务险的，保险方面的。伊早起是拢起来咧卖早顿，但是伊剩的时间拢会走业务。我讲有当时基督徒因为他有一个工作有工作了就心满意足啊，很懂得满足啊。可是满足的背后其实有一种是惰性，你知道吗？基督徒因为说容易满足，但是很多地方如果你去仔细去看，我们真的要教导我们的信徒，不要因为满足而把生活怠惰了，要鼓励他们多一点怎么样？要操练什么？操练怎么做管家，
管家。所以其实我感觉讲，咱到底咱安怎把握咱的时间跟年日，无论你是伫关心教会，你伫奉献的顶面，你伫做任何项工课，咱拢爱有迄个管家的精神。要安怎互你的生活，甲你所拥有的产业，要安怎去做好的管理？所以我认为讲，这段圣经在伊提醒咱这主人第28节说，活过这1000来，给那个什么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啊；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所以其实牧师有些时候我也会很怜悯、同理、同情，有一些真的有需要的人。可是当你付出代价陪伴他、教导他、给予他的时候，他如果不愿意的时候，你一定要懂得教他如何管理自己的生命。如果他连自己该管理、该好好去做好管理的功课，他如果连这个都不懂，其实有些时候你的爱反而是在那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带给他很大的帮助。好，所以这是第一个管家的心，这是我们第一段圣经节跟大家分享的。上帝所做的是按照才干所帮助我们需要接受的托付我再讲一次上帝是按照每一个人的才干，5000的、2000的、跟1000的，那是无同款的才调能力。所以不是讲大家人拢我当像什么人呢？不是，无需要讲，不是这个意思。无需要讲的是讲，每一个人只要听到上帝信息福音的人，咱拢爱学习做一个好的管家啦。第二，咱来看哥林多前书第4章。哥林多前书第4章1到5节一个管家他必须要有什么样子的态度？到底管家的心是什么样子的心呢？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4章1到5节。人应当好来，再等一下我们等所有都翻到，我们一起来看不急，慢慢来好，翻到了第4章第1节我们从第1节看到第5节来，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应当以我们作为基督的执事，为神作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什么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这段圣经节我们要知道保罗他在整个传教、传福音的过程，其实哥林多教会有很多问题。问题哪里？当时嘛有迄个啥，有迄个专门背叛的迄个啥，做迄那就教会内面的老鼠屎啊，伊会去挑毛病，咧针对迄个牧者。那像保罗安尼的人，然后来安怎来做攻击？所以呢，迄当时对保罗来讲，伊会感觉真困扰，因为伊所带的这传的福音，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会叫人安怎去扭曲。所以呢，保罗伊会讲什么？讲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伊是要讲恁放心啦。这个上帝奥秘式的管家我要做上帝奥秘式的管家我是爱忠心的呢所以您放心，我不是亲像迄个人咧讲的安尼，这款人所以最后第5节说什么？第5节是重点了第5节是无出要跟咱讲的，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上帝那里得着称赞。意思是啥？
意思就是讲，其实咱有当时咱要做管家吼，你搁安怎管，搁安怎做吼，人拢会嫌。哦，阮这牧者最直接嘛，对不对？长老顶多听一听，有些时候过去嘛，有些人我们信徒都猫咪丢了，安怎，讲到最后，牧师啊，你处理，只要牧师若处理无好就变成啦，牧师的问题，牧师的问题了，伊袂爽快的啦，最后就离开教会。所以这种的例，其实伫逐间教会拢有啦。但是呢，咱做主的管家工人咱得爱记得。我们最重要的是，个人要从上帝那里得着什么？得着谁的称赞？上帝的称赞。所以我们来讲呀，我们要如何得着上帝的称赞？这段圣经节告诉我们什么？要怎么做？忠心嘛，要忠心。所以我们的信徒，我们的同工，无论他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就是教导他们学习做管家的心，就是要学习忠心啊。哎，是。嗯。对。对。你若2000个，你个温数差不多够样。对。你就爱做遐工作。对。迄1000个啦吼。1000个。1000个，你就完成你是爱做1000个嘛？完成你是爱搁加做1000个工课，发挥伊该有1000个价值嘛，对无？但是伊无嘛。咱的教会大部分信徒啦，大部分拢含1000个做。所以咱爱鼓励啦吼。当然有的人是安尼，有的人是因为伊搁伫安尼犹豫，到底伊要安怎了解家己的生命的价值？我感觉这是咱的责任嘛？为什么？因为牧师常常常常咧讲，咱爱看待咱家己的生命是上帝创造足宝贵的生命。因为你看这5000个，伊爱了解伊5000个价值伫倒位嘛？伊较有法度发挥另外发挥5000个价值嘛？但是有的人伊若讲，我甲你讲，你有这个能力裁掉5000个，但是偏偏伊就讲无啦，我就含慢啦，无法度啦，我就安怎啦。逐摆你若邀请伊就讲无法度啦。甚至我们教会也不愿意去培育这样子的文化，让有能力的人来做工，那么就没有办法发挥那个果效，对吧？所以其实我感觉卖怪，咱爱发挥的就是讲，是，迄不管，迄跟上帝关系，我感觉迄跟上帝关系，我认为迄是跟上帝关系啦，对。所以我的想法是感觉讲，咱在教会内面爱鼓励啦，吼，唔是责备啦。就算伊会安尼做，伊会安尼有这种情形，咱唔通漠不关心都不讲。我的意思是讲，咱鼓励吼，代表这样呢，你要让这个人他知道我这个状态，其实爱我的人、关心我的人都知道，然后他会引导我。他会把我的问题带到上帝的面前，让我明白，让我知道要怎么样来学习。所以我讲教会要有一个文化，要建立会当互人想要去行，要去学，要去做。所以我牧师过去吼，我发现有当时我讲话较直，讲话较大声，甚至讲话会较着急。所以后来我发现，哎呦，真的，上帝在这段时间慢慢修剪我。让我能够更清楚知道，即使上帝让我看到这些，我不要太急躁，我不要怕，我也不要太难过，我反而更应当要在我做牧者，在传讲神的话语上面要多一点心去预备。所以其实我有这些时间去预备，也是要感谢各位同工的帮忙哦。不是牧师完对了应该做的哦，是因为牧师有法度这样丰富的时间。甲准备是真正是透过每一个当工，咱愈来愈当心。所以我认为讲，虽然咱有当时看到，其实我会感觉讲部分啦，无所有啦。
有当时因为兄弟姊妹伊无法当做伙参与，是因为咱需要咱的同工爱同心合意，爱共同去推动你咧讲的这种力量。啊，这种力量要安怎来？就是爱透过行动啊，咱爱行动啊。啊，你若无要甲伊讲，无要甲伊教，啊，咱拢是旁观者，安尼咧甲伊看啊，这无效啊，这无效啊。是是。是。无毋对啊。所以我是爱开，逐日要补的。对。都有来啊，有心要来做礼拜啊，就表示。对啊，但是我的意思，较毋是你讲的安尼尔。咱的想法若是一直拢保持安尼，其实是毋是正确的。安尼是袂进步的。我的想法是讲，咱袂当因为安尼一直感觉讲，伊就来就好，袂使。嘿。这个工作，性工的工作，我们差不多暂时咧做啦吼，啊，无是我手头中的。咱若是讲这平时就讲，平时我是讲，你若无派我做啥，我到底是要做啥的事？安尼嘛是比较方便。对啊，所以其实做侪工课通去做啊。吼，你若真正认真讲起来，你会当咱私底下去讨论。譬如讲，你是小组其实做侪工课通去做的呢。吼，会当委派委任。好，委任一个同工，委任一个兄弟，好，伊就算你买当委任啥，这个金蛋节，你甲委任讲金蛋节后2礼拜后，请你带祈祷，你莫否定你这个动作哦，这个动作就是咧安怎，互伊学习，伫2礼拜前，伊就知影讲我2礼拜后我会祈祷，所以伊爱操练家己，所以嘿。讲一条吼。是。所以，咱叫人请人祈祷吼，咱就爱先想讲，咱有安怎甲伊教导无？因为伊就迷信者，伊就当啊来，伊嘛无人甲伊教，对嘛？所以牧师常咱会咧讲咱礼拜日，每年度开始，我要招这个咱的新天老师，啊，甘金玉姐，我们要做伙安怎？就是礼拜煞，譬如讲，这新朋友金蛋节，包含志明兄，吼，啊，包含这个什么，这个金惠节，吼，这当下来未正式刷会籍的，还未正式洗礼，咱拢是列属于这个名单。好，那单台到咱陪伴伊，譬如讲维持2个月到3个月一季了。咱的要求就是爱要祈祷，啊，知影要安怎看圣经，好，然后认同咱的教会 ，OK 啦，这基本工具爱有嘛，啊，那有啊了，伊就让啦，第一刷回籍还是要洗嘞，这是有步骤的哦，非常好的哦，啊，接下来3个月后1季之后，他就是回去他的小组，我们就分配到他小组，甚至他要进去小组以前，我都已经给你这个功课啊，讲你要预备心。你们要预备好，你们自己做领袖，好，在你们小组里面，你们就是领袖，好，那这样子，咱的教会文化，它体制开始改变了，好，是，对，有的人认为讲祈祷爱心准备嘛，有啊，这嘛有人安尼捌讲，对，预备心嘛。那其实这是我是感觉会当好好啊，跟伊讨论啦。其实对伊来讲，伊是受惊着啦，吼，受惊啦，我觉得说哇，那遐紧急吼，这个时阵我无准备，啊，你互我无民主，吼，互我祈祷变成无民主，所以其实在看每一个牧者，是啊，所以其实就是讲，
但是其实事实上啦，你想说伊啊？哎，去我礼拜，23日你咱才定啦吼。是。伊无事先甲我讲，今仔日要了，福建教这呢，中路这一堆呢。其实我认为吼，其实其实吼，我听我讲吼，歹势。其实我认为啊，祈祷唔是讲因为你是长老，你是执事，就是请你祈祷，你较有法度，无迄个区别啦。祈祷是每一个基督徒本来就爱会晓的啦，对无？所以其实无要紧，所以我是感觉讲，迄是过程啦。咱要请一个人祈祷，你嘛爱晓熟悉这个人。好，咱嘛袂当互伊无面子，搁互伊较歹看面，结果让那个祷告的内容就失去了该有的果效。所以其实我嘛是爱评估啊，过去我嘛会啊，我为着要训练一个人，训练一个囡仔，其实囡仔会当较简单，你爱看群体，好，囡仔可能大家拢唔捌的，袂晓的，但是我就会说，来，待会我会请你祷告啊，我现在先教你怎么祷告，为什么要祷告，我就会先跟他解释，啊，互伊准备，互伊先想一下。啊了后，你先来教了，然后你就接续较请伊祈祷，吼，啊你简单轻声细碎想到你就讲啥，唔免紧张，你甲上帝讲话。是唔是通写歌？会使啊。你咧准备的时，就是咧祈祷。对。就是讲你从这祈祷所摕起来讲，咱大众人是好较顺的。但是哦，写歌来祈祷是会使一咯，但是无代表讲祈祷一定爱写歌哦。我甲讲一摆哦，写歌来祈祷有个歌好无对，但是倒边来讲，祈祷无一定爱写歌哦。安尼对啊，啊若是祈祷无一定爱写歌，如果若是一个牧者，什么人若是邀请你来祈祷的时阵，你袂当拒绝啦。你爱顺迄个圣神的感动去祈祷啦。啊，那如果你讲啊，我都无准备，我无法度祈祷嘛，无要紧，你提出来。你讲真歹势，真实的，我真正含慢讲话，吼啊，我真正即马无感动，吼，莫请我祈祷，你请某物人祈祷。我感觉咱就算咱是长老，你真正无感动嘛，无要紧啊，吼，我感觉这才是真正嘿。无。唔是啦，我是感觉讲，迄个你莫惊遐，因为我感觉顺性神感动最重要，吼，这是我的重要的吼。好来，咱做伙过来看另外一段圣经赞吼，所以咱头拄讲这个关键的心吼，就是爱有忠心，你才会当得到上帝的称赞吼。另外一段圣经赞第3段哈，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地方，哥罗西书第3章。第3章22节到24。第3章22到24。第3章22节，哥罗西书3章22到24。好，22节哈，来22节哈，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
会记得啦吼，因为其实咱无论是你伫工作职场，还是你做兵，还是你做无论伫教会内底，我相信唔是大家人拢真介意牧师啦。吼，每一个信徒，每一间教会，唔是所有人拢会真完全听爱这个牧师啦。所以每一个人要安怎服侍上帝，一定会因为家己的观感来决定了他的侍奉嘛，对不对？可是圣经里面他明确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我们既然做神的仆人要怎么样？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所以我感觉我足钦佩有的人伊就算伊无认同牧师，但是伊的违心将伊的工课安怎做好。这种人你就是亲像这段圣经所讲的，安怎？你就是知影清楚知影你是安怎存心诚实的敬畏主。好啊，这种关系这个我举一个我会记我做兵这个我的检察官我就是安怎以肉身的主人嘛，对不？啊，但是有一寡无好的行为啊，暗时拢会偷走出去外口啉酒，但是咧，甚至我听伊咧看长官其他的顶司咧讲迄无好有颜色的笑话啦，然后调侃啦，然后我心里面都很难过。我就在想说，我是基督徒，我爱甲讲无。你买迄东西我在想讲，好啊，我爱讲，因为我挡袂掉。因为伊是我肉身的主人，我很想不理他，很想讨厌他，可是不行。我如果讨厌他，我不理他我较衰呢。我有可能安怎，伊会搞我 fire， 甚至他也会怎么样？他也会说啊，你信主的人也没有比较有度量啊。我光想到信主的人一定要有很大的度量包容，我就想说好，我忍下来，然后我就跟上帝祷告，我说神啊，求你教导我，互我有心要安怎甲伊讲。后来我拢会常常伫日时的时阵因为阮这个长官做特别伊会早起时，我拢会下好水果，甲切落水水摆盘，放好，放伫冰箱保鲜膜甲盖好。安尼然后伊来的时阵，伊就坐在遐翘骹，我就甲捧出来，甲放讲检察官请用。他就会觉得好像被宾至如归，每天早晨他就是感觉这个。然后呢，伊去食我就伫遐拍外资料。然后检察官就讲，他好像都在想事情，要跟我对话。我就发现很奇妙，我就有点不太理他，我就继续打我的资料，不管他。我说检察官有没有什么资料需要我打的？然后说没有啊，没什么事，你就在这边看你的书啊。他会跟我讲说，你在这边看你的书。正常长官伊哪你也不会分内的代志，也通常叫你登去连队，去操啦，去训练啦，看人做伙，其实知影做兵的人做需要哪，做需要会当放轻松，所以伊拢给我足好的待遇。没事，你在那边看你的书吧。你不是要考当牧师的吗？伊安尼我就说是啊。可是检察官，我每天看你晚上都出去那么晚，然后你又跟我讲说你太太如果打电话来不要跟她讲你晚上出去我觉得我在说谎，我不舒服呢，你知道吗？我就跟他这样子对话，说他就笑一笑，好了，我也知道了，就同事约长官约不好意思啊，不去不行啊。我说检察官，对你身体好一点啊，真的对你身体好一点，我们的上帝也会祝福你。所以其实我在当兵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被操练那一种，真的在恶势力的环境下我也跟神求，但是神也让我从自杀到经历过这一些以后，我发现真的，我觉得对我们的福音我更有信心，觉得说我们应当要传因为有很多人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他们是处在一个罪恶的环境当中。那种罪恶当中有些时候我们现在不知道神要定一个人的罪什么时候责罚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可是我觉得我们要用心去好好传所以管家的心很重要。我们要打从心里面给主做的这句话，你一定要给它空起来
打从心里面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好，因为注意哦，24节他讲到了哦，如果我们不是打从心里给主做的，我跟你讲24节，因你们要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作为赏赐。所以我要问您哈，问咱每一个人哈，你的生命的基业是什么？我们在世上的年日，我不晓得，我真正唔知咱的年日会当偌长啊。好，譬如讲咱这礼拜这个何朱正颖先生新变兄，新变兄他是很讲究生活的人哦。这个完全出乎贺子姐他们家庭的人的意料之外哦。人的生命就是这么的短暂哦，你不知道。可是人的生命的基业在哪里？好，牧师在准备讲章哦，真的，我现在还没有写嘞，我现在都每一天都在祷告，然后在跟这些家属在联系过程当中，不断的更多的认识他们的心境，他们的心里面需要什么。所以我们要了解啊，圣经里面上帝给我们的基业，我们要了解上帝赏赐的基业是什么。好，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要去做的。所以这个基业要了解，就是安怎认真去做上帝中心爱咱做的工作，托付的责任啊。你5000个，你要达到迄5000个啊，5000达到迄5000是啥？是你赚钱吗？其实不是呢。其实咱团福音的工作咱来加强啊，真正咱来加强。我今嘛牧师我现在都很看重我现在到底传了几个人。当我传的东西有没有办法对一个人的生命带来造就？你看刚刚一位同学出去，如果单纯他一个这样子出去的动作，过去我在想我还不会像我刚刚这样讲话，可是我就是不断的提醒我自己，我要多一点跟人接触，因为他需要福音，他是一个需要福音的人，所以我从很多细节，包含他现在要去哪里，包含他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我都会去想，我要用什么话去祝福他。这些话对他来讲都是福音，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时常把我们这种上帝托付我们在人的生命当中的负担，就是要从这些细节上面开始着手。好，这是题外话简单做几个举例给大家认识了让大家了解如何做一个上帝所托付所给我们的，打从心里面给主做的。因为咱有做这物件，是因为咱在做的中间拢会看人，看人的目色，看人互咱的感觉，然后咱来做改变。所以我刚刚讲有的物件，咱来忠于神，不是忠于人。记得我们是忠于神，不是给人做的。所以这个我们这几天看治安拢在讨论这程序单，这家长等于开始意识来的讲这我的厝里的人。重要的节日这程序单他们是很看重的所以每一个环节他们想要加什么，我牧师也要把关的因为这是这样，这是礼拜，这不是要彰显神的人的荣耀的，这是礼拜，所以我一定要让家属知道，包含咱在这整个听书单每一个环节，我们不做过多的人的高举人的部分，爱了解我意思好 ，OK， 安尼针对这个部分管家的心牧师先讲到这里那期待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习把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把福音好好的传出去，这就是一个好的管家。因为我觉得上帝给我们的福音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体验不一样。上帝给你的福音，可能你现在可能还只是2000，或者是1000也没关系。那你就好好的把这1000、2000发挥到 double， 发挥到更好的果效。所以我们也要好好为属会长老祷告。他现在正在做的是一个操练，非常大的操练，对他的家人，对他陪伴他身边这一些1919关怀的对象。我牧师都时常在为我们的同工祷告。他就像一个小牧人一样，因为他第一时间都在接触这些人。可是他做的绝对不是把这些物资带到他们身边而已，而是要把他的生命、福音、神的爱带到他们生命里面。所以牧师也期待在座你们都是上帝国度教会小组里面、教会服事里面很重要的同工，
你们也要在你们所做的侍奉上面，是要清楚知道你们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人有任何的声音，人有任何的想法给你们，你们要试着说：主啊，给我智慧，让我怎么样跟他讲福音。你只要有这种态度、这种角度思维，他的这个讯息，不好的讯息来了，你都会把它变成一种祝福，带给他。所以你知道吗？当我看到我们的姐妹，离开我们这位姐妹，当她失去她的先生，当她重新回来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她只有一句话：谢谢牧者，说牧师谢谢你，你真的是一个智慧人。我说没有，一切荣耀都是神给的。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给神做的。所以咱在求上帝，让咱有智慧，咱真正拢做有限。但是上帝一定会给咱一个正确方法来做好的处理啦。好，安尼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哈，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需要学习更多的操练，特别在我们学习，在我们生命的功课上，我们需要学习要安怎做一个好的管家，在生命的功课的顶面，我们要安怎样会当迎接上帝你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就是传扬福音，会当将我们的生命的果效发挥，亲像5000领受5000银文、2000银文相款，会当做加倍的祝福的产业。主啊，求上帝你赏赐给我们若有智慧，嘛给我们有一粒忠心的灵，给我们知影要安怎样在上帝你要安怎得主你的儿乐甲称赞的内底，好好尽忠做好我们的工作。愿上帝你嘛赏赐给我们，会当对我们的心底常常在祈祷中安静，会当甲主有好的沟通。我嘛相信，在阮做主你的工的顶面，我毋是看人的目色，乃是看主你的心意来成就上帝你要完成的工作。恳求上帝你嘛怜悯帮助，特别在阮这礼拜六这礼拜五、拜六嘛有新变兄弟、英南兄弟因的个别色。恳求上帝你毋若掉因的灵魂倒转，嘛要搁一摆，互阮在要活地的人会当明白，上帝你所赏赐互阮的生命的宝贵，互阮好好珍惜，伫阮生命的日来孝念这的受主你呼召的这的人，掉主你倒转灵魂掉倒转的人的身上，阮会当孝念因过去伫世间上流落水的脚迹，嘛互阮会当学习。伫要活的时，会当把握时间年日来好好为主你做工。求上帝你引带阮伫拜五、拜六整个的行程，互阮若出入得平安，嘛赏赐互阮有好的天气。阮搁一摆当心伫你面前，献上阮的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们。好，那我们今天聚会到这边哈，那欢迎每周三晚上8点到9点。欢迎每位弟兄姐妹能够一起同一时间一起来准时收看，我们一起来学习操练新家人关怀学校，将你的福音，将上帝的福音带到你的家人身上。愿主赐给你平安。